也见驾去吧。是众将官，拜敬啊！再看女将军啊，再看女将军，女将军是谁？与外老丈相告。喏，女将军名叫刘经理，刘天华是他老母亲，平克建武为朝来，惊动了门人老百姓。女将军好看不好看呀？我也没有看到过啊！这个相公，快去看吧，讲给我们听听吧。来，快快点！大明嘉靖皇帝为玉梅秦国公子刘景帝。哦，女将军是玉梅娘娘了。御出正子在东岳庙求神保佑，曾许下宏愿。今得胜归来，特献本月15谢人了虐。从今天起，请假3天，了虐之日停止一招。凡入京之子，不能军民承登，一律不准偷看女妹。又是不准看啊！事有不为，年老者我去上谋，不配从军。哎呦，年轻人做光彩啊，年轻在里长。好了，不吃饭活不了，不可玉梅娘娘又不为死了。万事起做上一天。玉梅娘娘看不到，还是回去看自家妹妹去。真是少有的奇事啊！倾国英雄女将军，从古到今有几人？代父从军花木兰，血尊沙场12城，莫怪应打破天门城。万年挂帅有才神，两月来过太精兵，反顾千秋留美名。想不到我朝中有才，刘经理平口救武好本领，好本领好为民，待问其名必见人，问其名必见人。现在夫人千百雷，我逃出了女将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偏偏不曾人家看呢？相公，到了烧香那天，你带我们一起去看。去看，也想过去杀头啊？杀头啊？是我家相公的头啊！我家相公乃是五部长史冯连长的儿子，谁不配我家相公一个外貌？凡三出的王帮，官家之子也要杀头的。相公，你到底敢不敢去看？相公，你不怕杀头？怕？人人都是不能看，我偏要去看这女将军。请不这位，他陪我来呀！
你躲在神龛之上偷看哀家，难道是站立不得？哎呀，娘娘，小民并非来偷看娘娘的，外王娘娘大不是带上我一命，愿娘娘不得秘密，只身门道。嘿，满口无言，满口无言。啊，娘娘，小民并非无言，我实在是吓昏了呀。你既然不是前来偷看哀家，那为什么要躲在神龛之上？请娘娘息怒，用小民讲来。讲。小民本是乡下人。嘿，本你既然不是来偷看娘娘，那为什么要躲在神龛之上？再要你讲什么城里人、乡下人？有没听他讲下去？是啊，这位弟弟说的对啊，我要慢慢地从上面讲下去呀。讲。小民本是乡下人，家哪里？家住在哈大门外，哈里乌鲁，哈大桥旁，哈大城。什么哈里哈大？他是在哈大门外哈大城。名谁？小民名叫方小儿，至今上林去不听。再要你干什么生事？只为老娘随从你。那随便听一声快啊！我一人听一声，不了呀并不轻，分听得东有大地之灵人。吾日我归京城，居人报与我娘亲。恰女娘娘奉驾到，我要出门已不能，只得我心担惊。门内我在神龛之上，在上谁？在天之间早已高官王房，难道你还不知？分明是一派胡言。娘娘有所不知，小民家道平安，我从未读过书啊。难道你耳朵也聋了吗？难道没有听人家讲过吗？是听人家讲过的，不过人家讲的不是这一些呀。人家怎么讲？小民不管讲，讲。小民告退了。我一人听得不老家，说娘娘是平客救为名扬，冲锋一阵才归到倾国英雄陈金娘，军中有多少女儿会啊，都是娘娘手下家，昔日里莫因将士前不及，今日里恰怕小民来看娘娘。看你分明是有头公公一里巧言当实，娘娘还是把他绑出去看了。哎呀，娘娘啊！杀了小民不要紧，可怜我有责任3岁老娘亲。爸爸常常病倒倒，苦苦伶仃不忍我好伤心。我娘杀子我身亡，应该是平上家庭，西上家伤，后上家业苦操自给，于是我身定风名。外王娘娘因是被娘我老娘在问继承上吊儿，姑年年老母贫穷，夫人侍奉，至少你不是。上吊儿，你快快回去吧。是。
子，外面御林军的不消灭出去，真是难保性命啊！巧莲，吩咐御林军两张小儿同营，不得阻拦。是，外面御林军听他，娘娘御令两张家出去，不得阻拦。是，张家你快维持吧。哎呀，我曾经还要看到娘娘啊！娘娘别让张家人可惜。他但张小儿，哀家找了你，你为我去而无返。母娘娘不在，小女敌人可惜大恩。要是为得家去，母娘问起情由，定要责骂于我。娘娘不说你为什么不谢谢大恩？这样岂必让得老娘气恼一场，与贫不利？故而小民虽要回来补偿娘娘不善小民之恩，倒是个自听他理的小子。放了。张小人可惜娘娘不善之恩，愿娘娘百年富贵。罢了。张小人谢谢娘娘不善之恩，愿娘娘岁岁平安。罢了。张小人三谢娘娘不善之恩，愿娘娘怎么？愿娘娘诚心实意。啊！为夫吃吧。百家为夫。是。百家为夫。是。弟弟，女婿从何来呀？万岁年我儿平反于公，今日早上私下是赏脸报别。公说也得好报别。儿啊，万岁言道，但等明年科举，此必就是我儿庭品之物。弟弟。儿啊，今日四更之分就启程玉庙，到这时候再回来，真是辛苦你了啊！只要国泰民安，女儿辛苦一些，又在何方嘛？王爷千岁，娘娘去年想帮他早一号回来了，偏偏在庙中看见了。看见了什么？儿啊，看见了什么？神龛之上多着一声。啊！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吗？儿啊，是男的是女的呀？是男的。是年轻的是年老
老的？年轻的。你可曾见到他？见到的呀。他可能见到你？当然会见的了。儿啊，引到那这种广度，千刀万剐，万剐千刀，放下我心头之恨。弟弟，女儿已把他放走了。这为什么？弟弟用笔，他是一个乡下人。乡下人那了就三他不得，只因他老娘尊重你，听一佛呀，见不要，头到庙中去神神。他是一个小桃子，故而我着了他的命。儿啊，这就是你的过失了。这才是女儿的不是。岂不闻王法乃是，国法乃用，你不该轻易的将他放了啊！弟弟，岂不闻中等小子深深得而进士，总算腐败裂掉，也给坤子3分。儿啊，万岁女别引离掉，张天王法万民笑，他出版王法自欺骗，论他孝道不孝道，你是王妇女妹规避吧？用阿毛，啥子沸沸扬扬，算他去把王家正念一担风。儿的脸上扫光彩，为父也要被疼笑。原来弟弟是为了生性。哎，这不单是为了我，为我。为的是你呀，为人在此好证明，今日期末胡乱语，常言道是真是鬼，真心阿重，是情是见真可亲，即使回复杜老头。女儿的做事，她真心。巧丽女妹，娘娘上楼去吧。是，宋娘娘。女妹，王爷，那个年轻下民心着明白。王爷，人已经走远了，还要问他做什么呀？听我讲。他叫张小儿，家住哪里？是在什么哈里哈达？什么哈里哈达？哦，哈达门娃哈里糊涂哈达村。什么？哈达门娃哈里糊涂哈达村。好，下去。这个刁民不可也给魏家了，加油！有。王爷，快打4名教尉去到哈达门娃哈拉糊涂哈。去到五里糊涂，不对。哦，去到哈达门娃哈里糊涂阿大城，把刁民张小儿炸了见我。是。张小儿，你把老夫搞得五里糊涂，老夫也要你死得五里糊涂。
庙中放头生小儿，归来反手喜场，好个去意！小妮子，娘娘外头生气。是啊，都是你说话不留神。我想这种事情嘛，讲讲何妨？这次王爷听了会这样大惊小怪，跟娘娘埋怨了一声。我说你呀，老脾气真是不该。肚里知道了一些什么，必要讲出来才痛快。以后啊，可要改改啦。是啊，我下次啊，再也不敢多开口了。哎呀，你们还在讲些什么？是吧？娘娘，刚才都怪我不好。谁怪你来？起来吧。多的娘娘，我知道娘娘不会见怪我的呀。哦，娘娘，这件事情啊，都要怪那个爱人的长小儿不好。哎，怎么能去怪他呢？要不是他，怎会查出这种事情来啊？娘娘，白天年下辛苦了，还是早些安排吧。哎，娘娘，还是早些安息吧。哦，娘娘，你还不知道啊？刚才王一鸣家园带领了40名教尉到哈达门外哈里糊涂哈达村去找那张小儿了。张生，当然是真的了。你又来了。哎呀，这便是如此好呢。娘娘，什么时候是好啊？没有什么，你们去睡吧。哎呀。张小文
娘娘正问地道一定是有病了，待我快去报与王爷知道。有梅，怎么无里无头的又去禀告王爷了？真是。我今早有智障在，绝不轻易把其为，是非身上情为美，愿一个文中状元无中亏。王爷娘娘病了啊！有没带路？有没捡来一身花？正好比我冷水当头浇，急得我上水冷治病，急得我的魂他香。你永夜交代人是黄昏，真是无病呐！我医生来了，他有情。哎呀，弟弟，儿啊，有的真的不看，看一看，看一看啊！有请郭医生。看了看，小医生叩见王爷。哎，你怎么又奔马安骑马来了？请问王爷府上是何人生有贵呀？娘娘千岁有病。哦，原来是娘娘千岁奉体不爱，是指待小医生与娘娘千岁而嘛。啊，要问姐姐，要问姐姐。啊，要问姐姐，郭医生，请把这红日先系在娘娘奉手的马戏子上。哎。要做红玉罗，做红玉罗啊！知道了。小心一些呀，先生，你娘娘千岁看病要谨慎小心才是啊！请王爷千岁放心，虽是与娘娘千岁看病，虽是与平民百姓看病嘛，小医生亦当绞尽脑汁，细心心虚，不管大病化小，小病化无。哪怕是病危万分，小医生也能叫他尊为恩，去死为生。你要太巧得正，千万不能乱下定论。是。哎呀，巧丽，我实在不病啊！娘娘，有病理当要看，看吧，看吧。郭医生，施好了。先生，娘娘生什么病啊？这种病啊，是假嘛，陛下。是金非金啊！哎呀，王爷千岁，小医生因医数十年，这种病啊还是头未见。小医生才乃下多病金，临清高明，临清高明。哎呀，先生。娘娘千岁乃是王封玉美，倘若万岁江山下来，怎么了得？巴王先生再看上一看，咱们医得娘娘病愈，老夫到罪民身上，从容丧失于你。是罪命。
先生言道，我儿治病时下必下，事情必尽。自己见他，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发笑，他要莫非真的得了疯病了啊？疯病？对了，一边边坐在神坛之上的那个张小柔、夏六人就吓我了啊！哎呀，王爷快下个办法呀！我心乱如麻，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哎呀，那怎么办呢？对了，待我进宫立刻命令万岁知道变了。王爷！哎呀，老夫妻完了，王爷完了啊！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呀？真是一会儿闹，一会儿笑，什么事情必尽，事下必下，这究竟是什么病呢？
这样貌似花才是虚，做什么愚昧风什么雨，恰不是害了你苦恰了我，再看怪相思醉才对。小姐呀，你害我这相思早还不没来又把我这小命儿丢。什么是大惊小怪？别快不三公，不好了，不好了！玉梅娘娘她要……别快，不要不要！你说什么？玉梅娘娘她要死了！相公，相公，玉梅娘娘还没有死，还没有死啊！真的没有死，真的没有死，真的没有死啊！真的没有死啊！不过玉梅娘家的病啊，病得很厉害。哎，你们怎么会知道的呀？外面王房挂上，王文同这么写，王文我倒背不出来，人家讲的我倒一记记得。好好好，人家讲些什么，你快快告诉我吧。相公，玉梅娘娘出来烧香，当外个病我到修啊。这我有听你呀。观音看病慢慢开方。为什么不肯开方啊？人家刚提到一斧头，今天才没忘记了。相公，石头玉梅病得一样是风是电，人是石头，必下必急，难用药方，急得王爷随无之长，立刻进宫奏明君王。早已看病，奉旨挂榜，相公万一上来，万一上来，上什么？快好病真没风光，本王不愿为官，王亲凄凉，王亲凄凉。相公还有嘞，外家一条没特别重伤，年龄相仿，早为东长。是真的吗？我的王袍岂会失光啊？冯家金啊，冯家金，要是你有日去医能同医道，那有多好哦！是风是电，非想非惊；是风是电，非想非惊。那玉梅娘娘的病身得好乖呀，乖啊！哦，哈哈，我们一快到南对相思黑，到那里领带来一定的比，有妙一见心相印，同病相怜心更悲。当遇到性命只要心呀硬，家里外兄心灵飞。乖乖，这样一来啊，我家相公可以安心地读书了。我看那玉梅娘娘还是死的好。还是死的好。那怎么好让他死呢？那怎么好让他死呢？乖乖，你带我到刘王府同去吧。刘王府？相公，我一直就丢完了，我不好走你。就丢完了。好，那么你有快些说吧。就是，你带我同去。你接近我眉头一马回来。相公，切了这不得。是，与我眉头一马回来。
问先生真姓大名？万生姓许，草字金家。许金家，许先生。不分道，不分道。请问先生是从何名义门下？小姨是家尊，我已是第九代了。哦，已是第九代了啊！王爷啊，万生本是一家儿，只得因一计黎明。有日风来来姑爷幸福，长啸腾龙奔草径。内外儿不可为，正与太奴样样精，四方用雅情义理，为三个单爱平地，愿无因一数年，把名为成营年龄，彼日万生跨海开啊，该与华东比本领，昨日来到京都的分听得玉梅娘娘并不起，昨日他带来几方原为王爷要比内，真是人不能开妄想，海水不可斗量。先生是当代名医，失敬啊，失敬啊！不混当，不混当。先生，咱能以得我儿评语，老夫当罪名身上，帮你在朝为国。多蒙王爷抬举，只是小爷必为求国而来呀。哪里为我而来呀？那请小爷一点地利，能使玉梅娘娘奉养少的钱玉，小爷自愿可随了。哎呀，先生真是清高得很呐！佳玉，快别去先生接风。且慢，王爷，救人可逆，这病不能无啊！呀！先生虽然年轻，总是道行精细，真不愧是九代祖宗的老医家呐！他是谁呀？这是贼生头儿，快来见过王爷。是，拜见王爷。佳玉，陪先生的童儿去永固去吧。是。乔丽。见过王爷。罢了，这位来替娘娘看病的九代祖宗的徐先生，快快上前见过。是。见过徐先生。这位姐姐罢了。乔丽，上楼禀报娘娘，是本王立即陪同先生同上宫楼。是。后面走呀。
我不是在庙中见了他，心有所思难可分。小莲，我有什么喜事啊？娘娘，自从放了早已王榜，一连数天必有医生前来接榜。今有一位徐先生来了，岂不是一件大喜事？哎呀，巧莲，我实在不平啊！你快去禀告王爷，不必请医生前来。徐先生，请啊，请啊！天赐良夜接王榜，富儿平爹有指望。他为我打工流浪，现在要是从我领上，陪我相夫太平亲，单身长路为红妆。徐先生，前面已是公楼了。王爷稍待片刻，先生何事啊？裴小爷他下写字。他写着人啊。王爷，娘娘有病，凤起停在虚上，春歇登楼，脚步沉重，定要震动楼板，惊动娘娘的凤体。凤体惊动，马跳就要出堂，这样一来啊，就难争夺平理了。哦，哎呀呀呀！先生，你真不愧是一个老医家呐！王爷且慢，先生又有何事啊？王爷有先见之明，我用小医讲的呀。本王倒也是想不起来。恐麻烦王爷，但讲无妨。小医告退，王爷这当穿的高须嘛。哦，要本王脱须上楼啊！可王爷有什关系呀？这倒不妨啊！可王爷有什关系呀？哎呀呀！不过先生说，老夫穿官高须，脱了须子就不会走了啊！这个小爷爷子啊，这是要是不脱须登楼嘛，只恐与娘娘指定不离。哎呀呀，这真是势在两难，还是请王爷听的。好，那就请先生一人上楼，本王在前厅设夜等候。小爷遵命。王爷，小爷一人登楼，这是的嘛？是的。哎呀，这怎么是的？呢？是的。还是替王爷一同上楼的好，替王爷一同上楼的好。先生一人上楼吧，这怎么可以？王爷，为令写下吕白王，一切灭日也平当。今头官把儿官唱，大杀大日把公律堂。娘娘，王爷徐先生一同上楼来了。又来麻烦了。您的王爷。乔莲姐。徐先生，你怎么一人上楼啊？王爷脱了少许，不会走路，故而他命我一人来的呀。徐先生，你怎么脱鞋登楼
乔莲姐，你有所不知，春夏登楼脚步沉重，定要震动楼板，惊动娘娘的凤体，马跳球要失常。这样一来啊，就难以争得娘娘亲手的病例了。不如我要出血登楼啊！啊，史先生果然与众不同。请啊，请拿来呀！什么红罗线呀？什么红罗线啊？爷，你做医生的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倒要请教。你听吧。两根丝线落雨红，官家医生个个懂，你是九代家传的名医生，难道在千变万马都不懂？乔莲姐，难道许多名医来与娘娘看病，都是千变万马的吗？是啊。哎，怪不得难得娘娘治病了。此话怎讲？看你是个聪明人，难道此事为龙不亲？小小两根红路线，爱马真为爱得真，这都是容易无能害评价。难怪娘娘听不起啊！这千线马起笔不出，那是风采仙动，雷板震动，这样怎能端正其平？我们徐家是从来不有这无人之计，九代相传就是平手而马，端平之神，不能压倒平时。对，许先生果然是个高明的医生，没有一点小本领，万个前来去报。乔莲姐，还是请娘娘平手而马的好啊！只怕娘娘不肯依允，你只要表明我的来意呀！嘿，看病还有什么来意？那来意真诚啊！好，我去试试看。娘娘，史先生说千线万马难以诊断病因，需要平手万马，请娘娘点头。难道你不知这里是宫楼吗？娘娘，你当年史先生来与你看病的来意真诚啊！看病还有什么真诚不真诚的？娘娘。他比别人医药通，心系精神他不同，穿鞋登楼脚不动，鼻孔楼板要震动，精通风体心波，爱马难断平吉凶，为了要是娘娘病，他今在特写才做，轻轻走在繁华宫。你是一个女英雄，整条海滩里踏风，军营男子上火之后之一生心放松。那怎么可以呢？娘娘，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让史先生诊断你的病因，看吧。史先生，娘娘她不肯啊，此次当是我千秋万传她的应用的。此次都有块巧丽的地，那，小姐有理了。咦，你来与我家娘娘看病，应当谢你，怎么反而别起我来了呢？
那娘娘自能定语，小姨子女可在，岂能不接姐姐呀？是，听吧，请。娘娘在上，小姨徐景家拜见，有娘娘奉养少日前语。徐先生，听来二马吧。啊。徐先生。啊。徐先生。啊。徐先生，娘娘到底是什么病啊？娘娘的奉养有4、5天了吧？是啊。娘娘时常头昏目眩吧？后中官伤不官伤，是不是人是孽，但又人亦不透啊？徐先生，娘娘到底是什么病啊？让小姨再问一码。是，听吧。请。看来娘娘是小路为太冒了风，一股寒气进心胸。哦，治了一点风寒病，并未这样重嘛。是啊，本来这病并不痛，风儿发散就轻松，可惜把病延误了。怪自双兄，我家娘娘果真得了风寒病啦。是要针对旁的原因啊，需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是哦。什么？还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这什么事的你？对白老弟弟呀。哎呀，刚才你要平手而骂，我已经细心看着，事情我可不敢讲了。娘娘在病中，关乎必定身亡。你应该好好去想劝才是啊！好，我再去试试看。多谢乔莲姐。哎，外面稍等。娘娘，乔莲，徐先生说我生什么病啊？徐先生说你冒受风寒。我得了风寒病啦。娘娘，徐先生说。只要诊断旁的病因，还需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分明是一怕无颜色来戏弄哀家，不要看了，快叫他昏下楼去。娘娘，你就让徐先生看上一看吧，或许能看出一个病因来。许得多言，快叫他走呀！乔丽姐，分明一怕无颜色来戏弄娘娘，快点滚下楼去。哎呀，你不要杀得娘娘生气，你的性命不保。去吧，去吧。乔丽姐。娘娘看病必须徐先生啊！徐先生，这人好面子啊！乔玲姐，乔玲姐，什么事啊？乔玲姐，我见到的那个徐先生啊，正像在东岳庙遇见的张小儿。是吧？我也一直在疑心，莫非徐先生就是张小儿？
这娘娘在这了，我和你一起去看看。好，来吧。就是许先生，真是城南彩霞，莫不是野虎孔子毛来动，他二人一时生得一模样，莫不是张小儿如许先生，第二都是应生家，桥板相明金庙中，此情女桥板一生功乐长，究竟是不是他呢？管他是真还是假，我要体验一件新采访。哎呀，这是我已把他灌醉了。哎呀，我怎么会把他灌醉的你？啊，巧丽，月梅，哎呀，这两个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巧丽姐，这不是真相啊？真相，一定是他。啊，巧丽他什么样？许先生啊？哦，他醉了啊？醉不醉？我还不知道呢。啊，你快去快去！我叫王爷把他关出去。不，这什么呀？巧丽。是啊，我是说，还是让许先生来看上一看的好。杨翠。我好将昏睡的七天来下手，娘娘的平静莫不退，惩罚去在这一招，残蕊在天空神元气乱退。许先生好。不会有这样一个巧事吧？娘娘，什么巧事啊？我想不会有这样一个巧医生能看好我的病吧？娘娘，巧与不巧，让许先生来看过嘛，就知道了呀。巧丽，我想光看脸色，总说不雅吧？娘娘，那你叫他来又做什么呢？哦，娘娘，许先生说只要看看脸上的气色。那么就叫他看看脸好了。是的吗？好，此时就请许先生来看吧。许先生，娘娘替你进去看病。
可娘娘的气色，为的是使娘娘能见我一面，死经。徐先生，快来看病吧。徐先生，娘娘的气色如何啊？娘娘面色面红，此内非日生火，别姓一路轻盈，必定心头虚静啊。是啊，我家娘娘一定在冬月庙中被躲在神龛上面的那个害人的张小儿吓了一下，受了惊了。娘娘在百万军中上天不怕，就怕这个对面的张小儿。哎呀，二位姐姐呀，这叫做无风不起浪啊。徐先生，我看我家娘娘啊，不是受惊，而是碰到了鬼才生病的。何以见得？这叫做无鬼不生病啊。徐先生，娘娘她到底生什么病啊？此经虽然已知娘娘的病因，万事不能无下论断啊。为什么？需要靠娘神色才能下断。神色？看起身能治病因，看神色得人。啊，娘娘，看神色更重于气色呀。何以见得？那天之惊人长于食欲，地之惊人长于无果，神之惊人长于生活。上一大漠中有人神快人说，为何可知其真？不但能断定病因，还能自己评根。事不看双目，就难知其情了。好，请徐先生来看吧。多谢娘娘。不是在庙中见到的。
病病时候啊？反而加重了啊？你到哪里去？我只怕是在娘娘治病了。爷，你不是说已经知道娘娘的病因了吗？怎会无法医治娘娘的病呢？哼！今天老子告诉你，要是困不好娘娘的病啊，今生休想下楼。进去。走呀。娘娘在此，哪有小姨的座位？许先生，走吧，走吧。多谢娘娘。不知娘娘服药之后，可觉得轻松一些？许先生乃是神医，我家娘娘已不药而愈了。不药而愈了？这乃是神圣保佑娘娘啊！那是许先生妙手为成呐。请问娘娘，明宵夜上楼，不知有何吩咐啊？许先生，我有一事同问。娘娘，请讲。许先生，你真心？娘娘，许先生当然是心虚啊。请问你的大名？曹氏金家，夫居何处？哈达门外。什么地方？哈里五渡。哈达村？哈达村啊。那你主张做生理？主张不得其意。你呢？我也是第9代了陈氏做医生啊。家里共有几人？家里共有6人。哪6人？弟弟、母亲、兄长、嫂嫂，还有小姨我。你生了5个，还少1个啊？还有一个是我的妹妹呀。还好，娘娘是她的妹妹。娘娘且说，你问的小姨这样仔细，这神呐？此妇冤家为谁亡？还被他问得乃为大，听他话像真有良家，叫我怎能相信他？桥本下命，桥本医生，现来戏弄哀家，该当何才？娘娘，小姨
可怜的，这就是娘娘和你的不是了。真是又是哀家的不是。娘娘啊，凡人之帮来开明，是与风雅杀非情。知道是今日来赴庆功宴，哪知晓娘娘打开了天门开，是真不应早头，叫普天下的一家真该再有个夫妻。哀家你不想生娃的，一为儿生小儿，一为儿许先生，叫我家娘娘怎么能相信你呢？此意之词，我只得与娘娘实讲了。讲嘛。我不信是，那么你姓啥？我也不信啥，不是旧的名义，也不是田宅郎，实实在在我本性中又是风采不大。不是啊。我弟弟名叫宋来堂，户部长司团君王，学生名叫冯家进，句句在瓦破无家。你既是官家之子，读书郎，你为什么不顾生死到庙堂？本得娘娘为明光，欲听说娘娘才貌似无双，我心好奇愿意见，因此叫拜进庙堂。你进庙为的心好奇，为什么欲扮医生来结伴？啊，有什么不管讲啊？哎呀，你关进庙堂，关上宫门，难道这几句话都不管讲吗？讲吧。是娘娘啊，是从庙中见娘娘，终朝每日常思想，我将今日并母亲，家政青梅到府上，谁知王爷不允归，说什么娘娘的婚姻非情长，虚情万岁做自当，找一个文武兼备的常元郎，家政闻听心气恼，反把月生这一场。我从此负心多文章，一片思念恰难忘。昨日得知娘娘病，有文挂上早已报，我喜太巧可思量，娘娘之病一身伤。我愿托娘娘病根源，因此我大胆发议来祭拜。当真？娘娘啥事不行，有王公在此，请娘娘仔细的看。各酒风，满江彩笔写字用。福根美人能启蒙，
宁愿小小梦里风，风家金地。年龄相仿，早为东上。他已把我的将领，我也可以放宽心，陪我去参访联名。娘娘，瞧你的许女人，起来吧，起来吧。乔丽，曾与公子说什么呀？定终身。哦，许先生，我家娘娘子念你宽平有功，相公作贼，那为夫去吧。乔丽的，我岂是为此而来呀？哎呀，你真是聪明也是梦中一时，去吧去吧。乔丽的，乔丽的，乔丽的，哎呀，我岂是为此而来呀？我这是在做梦吗？双连的是不家吧，外到坟屋须知晓。当人外在人其他，谁知此报是月老，谁人得此丧礼必与他发，谁空家老，今日此报落我身。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刘天华呀，刘天华，你不肯将女儿许配于我封家境，如今的女儿已将双面宝贝承接于我，陪我回家去禀告弟弟周明万岁，马上红灯花轿到你府上前来迎娶，到那时稀释了我封家境，希望你在老有福啊！啊，娘娘现在我们同往在天吧。封家境你不该苍天功劳，西龙娘娘真谁给万事，我也得上面接下去。棒死了！报复不能。封来在就寝。禀王爷，封来让就寝。这个老匹夫两百为他儿子就进来了，我奉旨见斩，他来有何用？命他进上一节。是，王爷有令，封来让请起。弟弟，奴才做事太荒唐，要可逼我破是身上，日当哭娃儿的娘方为我记在我子上，小奴才，这把你平日不听教训，做出这等荒唐之事，真不叫为无可恼。
怀旧弟弟十八举目小奴才，长进宫留西楼娘娘，立改文章，还有救之有啊！弟弟，孩儿七宝一品，我为长进宫女，玉妹情绪良缘，正是西楼娘娘。我有自由不为真，娘娘亲自赏礼报备，引导孩儿兄弟，弟弟请看。哈哈，哦，哈哈，小奴才，你的韶华不小哦，弟弟救我。下官封擂上北极王爷千岁罢了，谢千岁。冯大人，你来接本王为了无事。王爷千岁，千不是万不是，都怪下官的不是。平生教子不严，纵子有堂，故而铁道法场与王爷千岁赔礼来了。试问冯大人自家今年，教子有方啊？王爷千岁，就念在你我同朝为官之际，将小奴才从宽发了吧。我奉旨见战，怎能因事而非公？冯大人，你身为户部长司，难道还不知道这些？请问王爷千岁，我儿他身外无罪，他藏进宫了，西龙娘娘，你是该斩不该斩？请问王爷千岁，我儿他怎样为藏进宫流去的？他接了早已王邦而来，早已王邦乃是为娘娘并体而去，正是他藏进宫流西龙娘娘。他以坤兵为名，实在是来西龙娘娘。既然我儿西龙娘娘，娘娘为什么不将他定罪，反而审他的上联暴毙？这件事还是下官的教子无方，还是王爷千岁私家不严啊！老匹夫，你刚才法场之上当中学着老夫这碗了当，哎呀，要把这老匹夫轰了出去！是，刽子手。将冯家军开刀刺五啊！是，刀下留人。见驾玉梅娘娘，这里有孙子一把，说说对命万岁。铁花见驾娘娘千岁，平身。娘娘不在宫楼，到法场责任。女儿才来求弟弟，早为封家公子。临战不杀。弟弟，封家公子，你赞他不得。真是为吾赞他不得。他不但夫才，而且有功啊。他功在哪里？一他看好女儿之病，岂非是有功之人？哎呀，他真会看病哦。他不会看病，那女儿真的病于你？他是个读书之人，不该叫唤医生。弟弟，你王榜之上口称贤明，必是因医之身，再懂得医道，也不得前来结巴。哎呀，尚未谢命呐！弟弟，自古道只有恩将恩报，哪有恩将仇报之理？为吾赞他不得，难道万岁爷也赞他不得？弟弟，请来困呐！哎呀，为吾赞了他，也为的是你呀！弟弟差也，万岁才是
监狱，陈家也子，他既把弟弟一日明良人，不必要儿都谈家。弟弟呀，儿把这言带你讲，儿与他已经定。定约呀，弟弟你定要将他斩，岂不是叫儿的终身受空乏？儿啊，你这是生在王府曹娘娘，总是为父亲生养，不该忘却鬼门兄，莫无真张太荒唐。什么荒唐不荒唐？都是你弟弟脑壳子一场老子婚姻大事非儿戏，今夜回府做市长，快快伪装公楼去，需要把皇家体面也扫光。瞧了你们，把白冬娘娘伪装公楼去吧。啊！你这两个小先生也不听老夫指示了。巧练your妹，把封家公子放了。哎，滚！是啊，你疯了不成呐！弟弟呀，是陈家年岁恩当报永天，你愿保证不应当。弟弟你定要将他斩一把，儿与你上新殿密集凶王。为首有将封家军开到正房。对，他在前人胡乱语，你把为父当作什么臣？才走去过回头道，带我亲自来迎迎。妻子，谁之下？百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有，刘天华所举封家金条，本一生苍天公刘，昔人愚昧前3日献议黄州，本应将才。故年本家多年产，将光所在，愚昧生包庇世虚婚姻，今故宣旨，即是我应亲自谢恩。百岁，谢公。哎，冯大人，老卿家，来吧。